每日靈修，明白神嘅心意，凡事都與我哋有益。今日經文係羅馬書8章28節，我哋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嘅人得益處，就係按佢旨意被召嘅人。今日嘅故事，有一個人帶住一隻驢仔、一隻狗同埋一盞小煤燈去出外旅行。夜晚嚟到呢個好破舊嘅屋，就決定暫住一晚。晚上本來要點燈睇書，但好大風將盞燈吹熄咗，佢只好早啲上床啦。半夜狐狸入嚟咬死咗佢隻狗，唔使幾耐，有隻獅子亦都嚟將個驢仔食咗。第二日佢變得一無所有，心情非常沮喪，繼續前行。嚟到附近一個村莊，哇，遍地屍體，不見人影。原來琴晚盜匪入侵，將村民屠殺清光。佢回想琴晚，如果唔係風大將個燈吹滅，隻狗被咬死，個驢被獅子食咗。呢啲燈火、狗嘅吠、驢嘅叫，或將招來盜匪，亦都將佢殺咗。佢雖然喪失咗一切，但佢保存咗生命。我哋一齊默想，即使喺最糟糕嘅情況下，我哋亦都唔要失去任何嘅希望，因為有神在掌控，事情隨時都有可能因禍得福。雖然我哋而家唔能夠明白，但始終會明白其中嘅美意，以感恩歡喜嘅心面對你而家嘅處境啦。我哋一齊禱告。至高掌管嘅父上帝，你係我哋嘅好牧者，保護我哋同供應我哋所需要嘅。雖然喺我哋處身嘅環境中，經常會受到生活、工作、經濟同埋安危嘅衝擊，但我哋要帶着信心、耐心等候，相信萬事互相效力。你嘅心意亦係使我哋得到益處嘅。感謝你係賜出人意外平安嘅神。禱告係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阿門。今日經文係羅馬書8章28節，我哋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嘅人得益處，就係按佢嘅旨意被召嘅人。